喺現今嘅工作環境，如果有人喺公司裏面要擺你上台，你就唔好有情緒啦。因為一旦你有情緒呢，你就會跟住人哋個劇本行，而對方咁樣做呢，其實根本就係想你崩潰。如果你嘅情緒幫唔到呢件事，就絕對唔好失控，唔好俾反應呢啲人，由得佢哋自編自導自演咁上翻自己舞台，剩翻佢自己一個喺度做獨腳戲。喺呢個時候呢，佢哋反而會發癲。以下落嚟，我哋就聽下忍辱負重而成功報仇嘅歷史案例啊！嗱，咁樣你可能就會明白，如果你即時有情緒呢，分分鐘幫唔到件事。所以要成功呢，真係要撇開一啲個人嘅情緒噶。嗱，今日要講嘅呢個故仔呢，就叫做程嬰救姑。雖然呢個故事呢唔係咩迂回曲折嘅故事，但係對於今時今日個個情緒容易失控嘅年代，十分之有啟發噶。嗱，話說春秋戰國時代嘅晉國有個大家族叫做趙氏，大佬趙盾、趙朔世代都做大官噶，個權力仲好大添。嗱，當時有個奸臣叫做屠岸賈，同趙氏有仇噶，一直都想搞冧佢哋。於是屠岸賈呢就同晉景公講大話，話趙氏要謀反。嗱，當時晉景公就以為係真嘅，直接命令屠岸賈喺一夜之間殺晒趙氏全族幾百人啊！好在趙朔嘅老婆係晉國嘅公主，當時已經馱住個 B 匿咗喺皇宮入邊，先逃過一劫咋。最後佢生咗個仔，就係趙氏嘅孤兒趙武，亦都係趙氏唯一嘅血脈。不過屠岸賈死咬住唔放，一定要揾到呢個細路斬草除根，於是全城搜查。當時呢，趙朔有兩個忠心嘅門客，一個叫做程嬰，另外一個人呢就叫做公孫杵教。佢哋兩個就想辦法去救個細路。公孫杵教就問程嬰問啦：養大個小朋友等佢去報仇，同即刻去死邊樣難啲啊？程嬰就答佢：梗係養大個小朋友難啲啊，死好易啫。咁公孫杵教呢就即刻話：咁容易嘅事等我嚟做啦，難嘅事就交俾你啦，我去死，你忍辱負重養大個孤兒啦。之後呢，佢哋用咗一個好狠嘅計劃。程嬰呢將自己嘅親生仔攞出嚟頂替趙武，而公孫杵教呢就抱住程嬰個仔扮成趙氏嘅孤兒。程嬰呢就扮出賣佢哋，帶住屠岸賈嘅人揾到公孫杵教同埋個細路。屠岸賈見到呢就即刻殺咗公孫杵教同埋程嬰個親生仔，因為佢以為程嬰個親生仔就係趙氏嘅遺孤，所以就放鬆警惕。不過真正嘅趙武呢，就由程嬰帶住匿咗喺深山入邊，足足養咗15年。嗱，喺呢15年入邊呢，程嬰其實都好慘噶，因為外面嘅人呢，日日都鬧佢，話佢賣主求榮、出賣朋友、害死孤兒，係個千古罪人。而佢亦都親眼睇住自己個仔去送死，日日承受喪子之痛，仲要忍辱偷生、隱姓埋名，完全唔可以解釋。佢唔出聲、唔辯解，默默咁樣守住呢個秘密，養大咗趙武，教佢本事，等佢報仇。15年之後，趙武終於長大成人，文武雙全。而咁啱嚟到呢個時候，晉國嘅大臣亦都幫趙氏平反，揭穿屠岸賈嘅陰謀。而皇帝亦都知道自己怪錯咗趙氏，所以就幫趙武起兵，殺晒屠岸賈嘅全族，幫佢報仇雪恨，恢復趙氏嘅地位。大功告成之後，程嬰就同趙武講啦：當年公孫杵教為咗守住呢個秘密而死咗，所以我都唔想一個人活落去。講完之後，程嬰亦都拔劍自刎，兌現當年嘅承諾，陪咗個兄弟落黃泉。其實佢哋可以大仇得報呢，唔係淨係盲目講義氣噶，而係識得取捨。程嬰呢係用計謀，棄小保大，犧牲自己嘅仔、自己嘅名聲，保住最關鍵嘅火種，識得忍辱，識得佈局，先至可以成功。而家呢個社會，好多人呢會特登激你，或者令你有情緒，咁樣對方就可以加以利用噶啦。如果你少少氣都忍唔到咯，分分鐘就跌落人哋嘅圈套。
所以喺現代嘅工作環境做嘢呢，有時你就要睇大局，唔好賭一時意氣，否則你好容易成為炮灰啊！